再来看宜兰三星乡公所的资源回收车伫昨暗启动着路边的电火条冰车，造成驾驶死亡，2个随车的人员受伤。目前事故的原因搁会调查哦。也毋过，这已经是宜兰这个月第2件甲公所的清洁队相关的死亡车祸咯。在监视器画面当中，一台奔走车雄雄弄路边的电火条啊，了后并落潭底。这事故发生在宜兰三星乡，车顶载房的驾驶当场身亡，2个随车人员受伤。警方马上到现场调查事故原因。驾驶经过抽血的是没有酒精反应。经过了解，这个资源回收车沿路收取民众回收的物品，在分落农田之前呢，才收取物品刚起步不久，即偏离道路往田间翻落。公所清洁队员透早到等于事故现场，去落伫田内底本座各位过身的司机受银纸。载房驾驶初步排除就要塞车，他却表示司机过1-2年就要退休，竟然会发生意外。所以你们自己觉得很意外，就对。对啊，因为中午还在跟他一起吃饭，晚上就接到电话。我早起有去甲家属去慰问过吼，家属阮内容希望尽量会当来帮伊争取较侪抚恤金，帮忙伊对家庭的治伤方面，这咱公所做会到。事故详细原因，爱等警方个调查。不过，这是宜兰这个月第2件甲清洁队车辆有关系死亡事故。宜兰市公所本座车13暗时伫鲁中路一段自强新路口，甲一个机车相撞，幸运妇人人当场死亡。警方分析，公所清洁队无论是本座车、资源回收车，因为车较大、死角多，车速有紧有慢，搁定伫交通尖峰时间出动，民众到本座也影响交通动线，开发生事故。所以无论是骑车啊，或者是赛车，拄到本座车，爱耐心等待，唔通凊彩超车，若无就细路，则袂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